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 LK15 的月亮頻道。喜歡我視頻嘅朋友，記得幫忙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今個視頻係同大家分享雲南深度遊、風花雪月大理、千年韻味麗江6天經典路線全紀錄。大3天，行程超級豐富，我哋將從大理轉麗江，一路感受從白族風情到納西文化嘅轉變。大清早，我哋嚟到酒店餐廳自助早餐後，乘車前往大理古城紅龍井。嚟到紅龍井，跟着導遊前往探索。呢度係一條以蒼山泉水為核心嘅特色街區，水道貫穿整條街，好多嘢賣嘅呢度，好旺啊！呢條街兩旁係咖啡館、酒吧同埋小店，完美結合咗傳統水景與現代休閒。聽着潺潺流水聲散步，真係非常愜意。接着我哋嚟到咗總統兵馬大元帥府，亦就係現在嘅大理市博物館。呢度曾係清代雲南提督府，後嚟成為杜文秀起義嘅指揮中心。歷史感非常厚重，港澳同胞視出回鄉證即可入內參觀。呢度還有精彩嘅明代陶俑展，絕對係歷史愛好者嘅必到之處。我哋喺歷史文物展廳走出，沿路折返，走出總統兵馬大元帥府，再登上古城制高點五華樓。我哋而家登上五華樓，俯瞰古城景觀，遠眺蒼山，視野開闊。導遊話：夜晚嘅五華樓華燈初上會更加漂亮。五華樓現在高3層，下面係可以個人嘅門洞。門洞上掛着寫有
大理兩字嘅匾額，喺呢度下面合影係好多遊客一定要做嘅事情。我哋當然亦要喺呢度拍張團體照留念啦。接着前去民族歌舞表演餐廳食午餐，品嚐雲南民族特色菜。欣賞彝族跳菜舞。歡迎我們香港的同胞！維普特大爺，歡迎你們來到美麗的人大爺。接下來給你們表演了，好不好？給你們表演哦，給你們帶來我們國慶式的非遺跳菜表演。有牙齒有着100多斤的2張桌子哦，然後手上還有端着菜盤，跳着舞蹈給你們上菜吧。這是我們彝族人對雲南的貴賓可以為你們準備的最高的待客禮節哈。好的，那接下來就話不多說，我們直接上菜來，接下去欣賞雲南食酒館高大的一個看跳菜。彝族跳菜係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流傳於雲南間彝族自治縣嘅傳統舞蹈。午餐後走出餐廳打卡留影，之後沿路折返，走出古城，坐上旅遊巴前往下一個景點高原明之大理西湖。嚟到大理沂源西湖遊客中心，喺坐船遊湖前，我哋欣賞咗問茶千年表演。大理三道茶。隨後走出白族歌舞院，前往大理西湖觀光。走進西湖停靠點前，打卡留影後，我哋佛州湖上體驗咗乜嘢叫做湖中有村，村中有湖嘅田園風光。呢度係洱海嘅源頭之一，生態環境保護得非常好，宛如一幅高原水鄉畫卷。旋繞咗一圈，返回靠岸，喺美景當前拍下珍貴嘅片段回憶。
我哋跟着導遊前去西湖茶怡飲下午茶。之後走出白族水鄉，坐上旅遊巴，繼續前往下一站麗江。嚟到布拉海服務區，大家落車小息同埋補給。喺服務區內打卡留影。隨後繼續啟程麗江。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呢，叫做拉市海，它是我們麗江境的一個口岸。這邊呢叫拉市海濕地公園，就是你們看到那邊有一個水潭，在我們這也叫海。途中參觀咗麗江五大喇嘛寺之一嘅紫雲寺，呢座建築於清朝嘅寺廟，經歷毀壞而重建。靜靜咁坐落喺山腳下，古樸而寧靜，能讓人瞬間平復煩躁嘅心情。走出紫雲寺，坐上旅遊巴，繼續前往麗江。嚟到麗江柏爾雲龍酒店已經係傍晚啦，我哋先入住酒店，然後走回旅遊巴前去食晚飯同埋夜遊麗江古城。落車後跟着導遊步行前往麗江古城。我哋而家過馬路啦。嚟到古城美食街，我哋自由活動。晚餐我哋喺麗江古城嘅田村酸湯牦牛肉打邊爐，酸爽嘅湯底同鮮嫩嘅牦牛肉，瞬間驅走咗整天嘅疲憊。呢個係今晚嘅晚餐，晚飯後就係自由探索麗江古城嘅時間。夜晚嘅古城燈火闌珊，遊人遺跡，充滿咗生機與浪漫。作為一座沒有城牆嘅世界文化遺產，佢800年嘅歷史同獨特嘅水系佈局喺夜色中更顯魅力。我哋一路走走拍拍，留下咗好多難忘嘅畫面。最後，我哋喺集合點坐上旅遊巴返回酒店，結束咗呢充實而愉快嘅大3天旅程。從大理嘅風花雪月到麗江嘅柔軟時光，呢一天嘅穿梭之旅是否亦讓你心動了呢？歡迎關注訂閱我嘅頻道，按讚轉發就係對我嘅最大支持。我哋下個旅程再見，拜拜。